车将无残的残存阿伯啊，人咧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倒市，做着愈工多日子，也方来安慰自己心内的气味。车窗门路边要困阿姊啊，人白讲对你稀见，讲你是毋是？哪个是要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拼才合理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车窗门口的办公阿伯啊，人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知半项。当前我低头思索，伊我无希望，他输少钱也要忍耐3冬5冬，为将来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，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